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1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下近几项新闻事件。大学学科能力测验今日开始，今年报名考试的总人数有133000多个，其中有将近18000名是定考生。监察委员陈书明已经向蔡英文总统表示要辞职，蔡总统目前只是慰留，望伊就完成这届的任期。远东航空12月薪水到单还未清，昨下晡劳动部甲交通部已经有甲远航张光伟董事长会面。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去年年尾伫咧中国湖北武汉市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其中有一个今年69岁治病的男性，伫早日透早抢救无效来过往。到目前，武汉市因为这款肺炎死亡的案例已经有2个，当前也有5个。中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出，这个男性正月初4入院时，内脏道骨骼蛋的机能已经严重受损害，经过抢救，嘛是伫咧正月15来过往。到这当阵，武汉市感染的病例已经有41例，死亡的2个，当前的5个。另外，伫咧越南中部的岘港国际机场，正月14嘛有发现2个可能的病例，因为迄2个患者拢是按中国武汉市飞过去的。越南官方嘛已经采集样本要化验，佮将患者隔开治疗佮观察。咱过来关心蔡英文总统早起伫咧总统府，亲身将2级上将的官阶颁予国防部徐衍璞常务处长，这也是咱国有史以来头一个有原住民血统的陆军2级上将。蔡总统嘛讲，中国一再威胁打压，佮有运用各种势力要涉入来咱台湾，但军方一定都要加强国防的能力，互人民对国军有信心。总统蔡英文亲身将国防部常务处长徐衍璞新任陆军2级上将，调任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蔡总统特别讲到，徐衍璞有原住民血统，对军事史有代表性。首先，我要向徐上将表达肯定与祝贺。徐上将是我们第一位具有原住民血统的上将，他不但努力工作，更不放弃学习，坚持不懈。考上淡江战略研究所博士班，这种精神值得国军弟兄姐妹们效仿。徐衍璞的妈妈是宜兰县南澳乡的泰雅族人，徐衍璞有原住民血统，佫是国军头一个有原住民血统的上将。另外，因为乌鹰直升机失事造成前参谋总长辛一平罹难，蔡总统决定参谋总长由海军官校68年班的黄曙光上将接任，刘志斌上将接任海军司令。蔡总统讲，这几年来，中国继续打入台湾，鼓励国军强化能力，展现坚守不爱提决心，让国人对国军有信心。近年来，中共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以及渗透等方式来打压台湾，我们除了团结国人、一致对外，更要持续的强化我们的国防能力，让国人对国军有信心，看见我们国军对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接任参谋总长黄曙光是蔡总统2016年上任了后第一个向核定晋升的2级上将。因为蔡总统大力推动占领国造，有海军占领队长资历的黄曙光，伫海军司令任内，嘛全力推动占领国造，向看做蔡政府国防自主的重要人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单位已经证实讲，昨有派出军舰驶探过咱台湾海峡，这也是台湾选举过头一摆。美国官方专门咧研究政策的智库 Brookings 研究所是有召开研讨会，要分析台湾选举的结果。现场都有专家指出讲，选举进前，中国都已经无咧寄望韩国瑜会赢。虽然票开出来，互因真失望，不过嘛无感觉活着惊。美国军舰驶入后16经过台湾海峡，引起关注，因为这是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了后，美艦头摆驶入台海。美方是重申，这是美国约束要拍拼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美军有一艘作战舰在昨天从台湾的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向北驶。美舰经过台湾海峡是执行一般的航行任务。国防部强调，美艦经过台湾海峡是属于一项一般的航行任务，其中是无异状。伫咧台湾大选结束了后，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华府的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嘛召开研讨会，探讨这选举结果可能带来冲击，敢会影响两岸的关系。
当中有专家直接点名中国，其实伫咧去年秋季就无5万韩国瑜会赢，对选举结果无伤大意外，嘛评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确实有影响选情。Assessment of the election was accurate, and although mainland is disappointed, but is not surprised. Consistency of mainland'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s exceedingly strong. And this is because the room for maneuver or the space for flexibility is extremely constrained for mainland. And to change any aspect of it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s extremely difficult. 孙文表示，中国目前无打算要以武力统一台湾，或者是和美国展开军事抗争，因此现阶段也是把武力当作海的手段，刷了恐惊继续恐吓台湾。美国国防部前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施瑞福也是看法一致，中国对台湾的策略未有伤大的改变，也指出中国唔愿和蔡英文坐落来讲是一个错误。评估美国日后会继续对台军售。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监察委员陈书明进前因为约谈几个法官，就是裁判马英九前总统涉密迄条案无罪遐人员，这也引起法律界徛名连署反弹。当有消息讲，陈书明委员已经向蔡英文总统自请辞职。总统府这边是讲，陈委员确实有经过陈局秘书长表示的意向，不过蔡总统只是慰留，望伊就要做甲完成这届任期。他们效司法部将逐渐变得确认，把他们背后自我以免事后勾结清算。监委陈书明计划约询判官马英九涉嫌涉密案无罪法官，引发超过80法官人数反对侵害独立审判的司法核心。司法院长柯宗立反击，引发讨论。面对法界反对，传出陈书明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请辞。对此，法方表示，陈书明有经过秘书长陈局向蔡总统表达请辞，蔡总统只是慰留，什么尊重伊最后决定。总统呢只是说表达慰留之意，也希望他能够做完本届任期哈，但是呢也会尊重他最后的决定。目前总统府还没有收到监察院正式送来的相关文件。根据了解，目前约询法官进程会先咨询宪法学者安娜加陈书明调查约询法官案的监委高永新对陈书明请辞的代志强调，目前也未确定。若是依照监议的规定，若是委员无到继续调查，伊就接受可能。陈委员请辞的状况其实还没有非常明朗，然后，那当然依照我们院里面的规定呢，是如果有委员也没有办法继续处理他的案件的时候，那是要由其他委员来承接处理。我大概就是朝这个规定在进行中。因为监察院17是年度工作检讨会，陈书明一到监察院就参与会议。根据了解，陈书明的办公室已经开始收物件。陈书明的亲人向记者表示，要正常上班，冇讲要开一天的会。对请辞代志，也是爱陈书明家己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讲起来，监察委员陈书明立场是真鲜明。伊捌讲的专门打掉遐办理无办拿，立场有私偏的法官，嘛针对陈水扁前总统食罪落狱这条案表示过关心。但近来又搁引起一个法官徛名连署咧反对伊的作风。不过，当正经讲要请辞，法律界只有是表示一切拢尊重伊本身的决定。过去作恶、为非作歹的，就是蓝的嘛。那所以你现在不办蓝，去办绿吗？就任进前就先对法官宣战，捌做总统府秘书长的监察委员陈书明，对方提名以来争议不断，那也批评伊政党的色彩伤重，尤其是捌公开表态要向前总统陈水扁请别，嘛互批评是干预司法。让阿扁能够清白，能够还他的话，我觉得是作为监察委员一个不可旁贷的一个责任。陈书明就任以来头一站调查案件，就甲扁案有关系。调查2009年修法节庆祝大会，批评考试前总统陈水扁的舞台剧是糟蹋人权，但是最后互要求回避调查，搁接着对前总统马英九涉密案判无罪不满，讲要约询承办的一审法官，引起法界公开连署反对，就连司法院拢表态要捍卫司法独立。他们只是靠这种人多势众或者这个所谓的联署啊之类的话，那个只是加深我瞧不起他们而已。争议的言行不断，陈书明嘛互外界质疑是总统蔡英文利用来控制司法，一直互批评。虽然陈书明捌表示伊无要紧，但是伫选后煞向请辞。
互人认为是蔡政府伫选后替争议的事件设停损点。不过，真正大力批评的法界是低调回应。对于总统跟监委的决定，我们尽表尊重。就陈委员请辞一事，司法院没有立场表示意见。台湾人权进步协会认为，检察权毋是完全袂当合着司法权，但是爱特别谨慎，嘛袂当无上限。检惩检改虽然无评论，但书明请示的代志，但是希望检察委员将来拢会当尊重司法独立性。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边选举操作，党内嘛有少年派咧要求老辈当要放手了。尤其过去国民党针对中国所行的路线，党嘛真受人检讨。目前上无已经有2挂人讲会汇集证人做伙谈论，提供党内改革参考的方向。党中央早起嘛公告主席补选的时间表，代理的秘书长詹明忠是讲该做的脚步，确实就要愈紧愈好。甲主席补选公告打出来，国民党要重新徛起来，就拄党主席补选开始，确定3月初7由全体党员投票选出新的主席，而且嘛做伙举办由全体党代表投票的中常委选举。代理秘书长詹明忠表示，国民党无闭关的权利，该选甲该做要做伙进行。中国国民党没有时间蹉跎，我们很快会提出相关的策略，或者是相关的方式，包括所谓的论坛，或者是要不要成立一定的改革策略委员会等等，我们都积极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越快越好。真侪人拢认为讲调整国民党的两间路线是一定爱做，若是青年团陈鸿伦要规划举办青年论坛，结合共识，嘛要举办大辩论，找出会当去互少年人啊，佮有主流民意拢会当接受的新两间论述。针对这个部分，青年部嘛有动作。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闭门会谈，然后我们要归纳出党内有哪些应该要改革的方向跟事情，然后我们最后会拟出一个这个党内青年世代的革新白皮书，那包含针对党内应该要改革的方向，那我们也一起去汇整这些内容，那提出具体的建议，那交给接下来这个新任的党主席他来落实来执行。萧建炎认为讲，即马这个阶段上重要的就是青年世代要放下成见，团结做伙，这当对下站顶站来改革，若无改革，干那是花口好尔。若是国民党的纠治共识，敢是有调整的空间。党内台北市议员戴锡琪定死的人，则若是去请教前总统马英九，马英九是提出4个前提，包括必须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民意支持等等，这当互纠治共识新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昨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当选人蔡碧如去到立法院参加替助理办的说明会，买手刷去互立委陈文平的助理伫咧网络点讲，伊是调工去现场抢镜头的尔。早起蔡碧如也有背会，另外有人问起伫咧外国访问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讲伊敢会因为惊得失民进党，就叫人斗联署罢免韩国瑜。伊讲若这款讲法，全然就是阴谋论、猜测的尔。未来国会第3势力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当选人蔡碧如17召开海外青年大商的座谈会，要听因对台湾经济产业发展的建议，替2月份随着要开机的国会做准备。不过16蔡碧如出席立法院助理义务说明会的时阵，在咧休困时间接受媒体访问，事后说去互民进党立委陈文平的助理呛讲，伊伤差佮爱电。大概就是他的议程时间是到10点20分，本来就预定10点20分就是应该要我们的那个说明就应该要结束了。那我也是已经到10点半。是我们很吵吗？还是你们媒体很吵？要磨合了，因为我想那个事实的真相所应该他会回答的。不过讲实在，很多东西都是误会嘛。人伫咧捷克参访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唔若替家己的人讲话，对大选了后，高雄市长韩国瑜唔若败选，该接受民间所发起的罢免韩国瑜行动。对这件代志，有资深的媒体人认为郭文哲一定会支持罢免，确免未来伫咧国会成做民进党的敌人。郭文哲也回击讲这是阴谋论。像这北京的阴谋论呢，想太多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复杂。韩国瑜如果总统大选既然没有上，回去好好工作。布局未来国会声量，蔡碧如、邱成远也有顺利入去国会的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当选人高虹安，16是航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讲未来要伫咧国会推出的政策。随着要成做国会的新人，蔡碧如强调要以学习的心态向大家请教，全面布局。记者阿明真、桂俊麟台北报道。党嘛有真侪高中生望要做各大学的新人，大学学科能力测验，今日和明仔载举办2天。
今年报名来考试的总人数133000外个，比较去年较减5000几人。啊，毋过有将近18000名是停考的学生，这也是这几年来上介济。早起头一门考英语，考生普遍都拢讲题目无好写，尤其上尾啊迄条看图写作文，有的同学讲确实是不易啊签。台北市天气反寒，不时落雨，真侪参加学测的考生提早出门，无到8点就到考场。作息大概就是调整成早睡早起这样子。搁看资料，搁有考生确定手机啊刚有关起来，因为今年新的规定，若是放伫咧临时置物区的手机啊发出声音，扣迄科3级分上重可能0分。他就提醒我们要关机，然后尽量不要带进去。今年是学测必考5科改选考第2年，大学精选入学上济敢若采计4科，总报考13.3万名考生，5科拢考的有6.36%，选考国文、英文、数学、自然13.5%，选考国文、英文、数学、社会2%，选考国文、英文、数学敢若0.4%。因为我是社会组嘛，因为很多自然组其实他们还是会考社会科嘛，就是因为他们社会科可能只要复习一个礼拜，他们可能拿到的分数可能至少13级、14级这样子。那相对我们复习自然科的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大。我是去掉自然，我是社会组的这样。你的考量点在哪？我的考量点在，因为我没有喜欢的，在自然组我没有喜欢的科系这样。上新考英文师大附中考场无啥物人提早出来，受访考生普遍反映无好写，尤其是最后看图写作文。叫我编一个故事，我就把故事就看他的那个图写出来。什么难法哦？看不懂比较多。英文无考好，考生讲只好个人申请时阵避开英文加权重的校系，嘛希望下晡国文甲社会有好的表现。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昨咱有报讲5G 频道经营的管理已经标到段落。中华电信手底电信学院嘛特别和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签一份合作意向书，宣布未来要伫咧湖北科大内底设一搭5G 智慧制造产业技术试验的场所，带动产业的转型甲提升，望要尽量培养人才，嘛通去开创出5G 的技术多元化、创新应用的市场。签下合作意向书，为着扩展5G 技术应用和人才培训，中华电信学院和国立湖北科大合作，要进行5G 智慧制造产业技术场域建制，成做产官学的研发交流平台，准备因应5G 时代，推动产业数位转型升级。的环境建立起来之后，我想这里面的能量就会发挥得更大哈，包含刚刚讲的高速率、低延迟跟这个大连接的部分，一旦发挥出来，会让人工智慧跟物联网的发挥更加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的高兴跟湖北科技大学能够共同合作。湖北科大校方表示，校内有智慧制作技术、航太维修科技和无人机的优势，现在有这个机会会当甲技职教育和5G 的行动通信结合，让学生提早进入实务训练，培养愈侪5G 相关技术专才。一个5G 验证的场域，尤其是在智慧制造这一块，那优先让我们的学生尝鲜，优先让我们学生能够学习到这一块。也让他能够很快速的进入到职场，符合职场的需求。中华电信学院表示，若相关设备和厂商配合顺利，按算今年中就会当完成5G 试验场域的建制，培养学生进行智慧制造技术累积。校方也讲，和中华电信学院合作开设5G 大数据这挂课程，会使提升学生未来的就业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今年警察机关伫咧春节期间加强安全维护的工作。按昨暗10点正式开始，头尾有15天，包含提防贼偷抢劫，各有交通方面的通透，拢是特别要加强的事项。在这段期间最重要的、最主要还是说金融机构的这安全这防抢防窃这一部分另外就是在风景区旅游采购年后这些交通的状况我们也要维持这个交通的顺畅。警方表示讲，若保护市民的安全，嘛会加强犯罪预防的宣传，尤其伫咧风景区、各大卖场遐闹热所在，甲大众运输的安排，拢会特别加强交通指挥。另外，阁会派出机动的派出所来维持治安。过年期间，若是规家口要出外，嘛听我申请警方加强巡逻。若要领大条钱者，嘛通请警察来斗保护安全。
之前咱有报讲，花莲凤林县内确实有一个人会当领2000块年尾礼金。但花莲市公所嘛考虑到中价收入遐市民，已经发出一口罩内底一个人500块，计共1192户的爱心礼券，互因会当去大卖场款年仔节日用品。尤其市公所这边考虑了真周到，毋免遐民众来排列领礼券，拢派人送去到厝内。花莲市公所当年春节进前拢会准备年菜，发予区内中价收入户过一个好年。但是可能有的家庭需求无同，所以今年特别换做礼券，而且3个人以下的家庭嘛当领，一个人500块。是用爱心这个方式，可以让每个家庭都可以得到应该有的照顾。所以你在过去3口以下没照顾到的部分，转换成是1口他100块的一个爱心券。根据花莲市公所的资料，这道收费的中价收家庭拢总有1192户，大家人拢会当用消费券去大型贩卖店买家己需要的物件。家里到了要买年货就买家里人都吃的比较好用，对，吃的比较实在。买了油啊，然后卫生纸，然后还有一些过年要吃的年糕。这是凤林镇发予镇民大家人2000块以后，花莲第2个乡镇市大笔发过年前的礼金，实际换做钱拢总130万。另外，甲以早中价收入户爱家己排队去领无同，市公所今年改做甲礼券送去厝，维持领的人的尊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上届新的研究，已经彻底改变目前抗癌的观念，因为因找到一款特殊的做法，会当让化疗药剂顺利通过癌症肿瘤的血筋，更入去肿瘤内底消灭癌细胞。别日因嘛和大病院药厂合作，将这款抗癌的新技术应用去咧临床的治疗，赶紧救人。透过减压分流的方式，研发出更较有效的一氧化氮内米载体。研发团队指出，过去化疗或者是药物，主要用伫咧杀死癌细胞或者是肿瘤血管。毋过因为肿瘤血管的功能甲结构无正常，和药物是真恶成效。这项创新的治疗方式是互歹去的血管恢复正常，因为血管若是正常了后，就会当帮助抗癌的药物顺利入去肿瘤，发挥治疗的效果。过去的传统的疗法都是希望能够杀死癌细胞或杀死血管。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治疗策略，能够把肿瘤血管正常化。正常化之后呢，这些抗癌药物跟免疫细胞都能够比较容易浸润到肿瘤，发挥功效。团队表示，伫咧动物实验当中，已经证实会当成功消灭鸟鼠的肝肿瘤。一氧化氮唔但会当互血管扩张，而且嘛会当促进血的流通，嘛互医学界用来治疗心脏中风、高血压等等的疾病。过去刚提到的消化甘油，它可以递送一氧化氮的时间只有大概数分钟之久。然而，在我们所开发出来的双亚硝基铁撮合物，它可以延长递送一氧化氮长达1天。目前，这项新的疗法已经伫申请台湾甲美国的专利，未来嘛会甲国内病医还有药厂来合作，来实行抗癌疗法技术转移，希望讲会当互癌症患者有更较有效的治疗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各地头社会上的新闻。台中市有18个人客去参加佚佗以色列甲约旦的旅行团，团费将近12万。结果旅行社煞无照定型化契约落去行，这中间人客有去带着沙漠内底用布棚简单搭起来的厝间，嘛有团员人艰苦，煞无人发落带去看医生。旅行社这边是讲已经有和人客协商要解决了。18位的消费者伫旅行社门口来抗议，因讲去年10月到以色列12天的旅游行程，却是一个真惊吓的过程。拒降旅游赚取暴利，拒降旅游赚取暴利。据游小姐伫参加4个漂河行程时食水，伊回想当时恐怖的过程一直靠，认为旅行社的领队当下无处理问题，事后旅行社嘛无咧甲伊过门。我踩不到底，可是我一直在呼喊，救生员没有来救我。到现在为止，连一句对我道歉的话都没有。除了这个以外，因讲对外宣称1天180美金价值的沙漠星空屋的行程，嘛无符合广告面顶的宣传，互因带甲非常的紧张。他针对我们说那个星空屋，他只说就是因为饭店人员来不及处理，这种价格不应该是这种品质。另外，还有团员嘛指出，旅游过程人员增加买物件的行程。
台湾就质疑，一天1万外块台票的以色列旅游，价值已经比东亚搁较悬，但是品质却甲因广告差伤济。对这个问题，最将旅游嘛已经派出大量分公司的人员出面来解说，因讲已经协商过一届。 过年了，会个进行第二届协商。对于观光局要求修正改善的部分，已先行处理完毕，会在台中市法制局再次协商。台中市消保官只是指出，这个消费纠纷，旅游业者若是提供服务甲广告差伤济，已经违反定型化的契约。至少也要符合他在自己的那个旅行社在外宣传的那种星空屋的一个等级。有一些行程其实改成了那个购物行程。 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他业者可能就违反了那个旅游定型化契约的约定的要求。消保官嘛提醒民众，接落来就是过年假期，民众旅游决定若是拄到相关的纠纷，一定要做好正义的保全，才当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高雄有民众去基顶钓鱼，鱼钓啊揪起来，一只章鱼脱壳，呢啊甲只啊，身躯一搭一搭拢青圆壳啊断点，啊伊毋若出手甲人，搁举手机啊起来录影。 当有学者看到这支影片，是赶紧提醒讲，这款青壳的章鱼，若去咬到人，敢若放1公克的毒，会当投死172公斤重的动物。啊，遐个咧海钓的人客嘛讲，若毋知品种，毋通用手去摸有较好。 因为风钓起来，这只身躯有大地蓝色斑点的石龟伫咧涂骹白，钓客伸出手吐伊的头，还佫将伊变过来摸伊的手。这名钓客朋友看到影片，赶紧放起网络，呼吁大家千万唔通安尼做。嘛庆幸伊好佳在无死，因为这种外形色、色地娇艳的蓝环章鱼是世界上同毒的生物之一。它的毒液都在它的唾液腺里面，所以它要咬人，那个毒液才会就注射到人体里面。 但是它其实它的体内也有河豚毒，所以你也不要去吃它。学者表示，日本曾经实验，以蓝环章鱼1公克的毒，会使杀死8600只的变鸟鼠，相当172公斤的动物。全世界有10几种的蓝环章鱼，台湾2种主要生活伫咧大洲海花，因为全身拢是毒，而且体型同细只有2-3公分，无经济价值，就算互掠到嘛会放生。一般民众无简单看，但互夹到可能无命。很剧毒啦。 伊的毒哦，比眼镜蛇较毒啦，系啊，所以大部分阮遮佫无人钓过啊。阮钓鱼啊，阮捌的，这种鱼啊，阮捌，阮敢会去摸，唔捌，阮袂去摸。专业钓客表示，为着钓鱼啊，拢需要研究有毒的生物。大多数钓客嘛知影蓝环章鱼，嘛呼吁一般民众拄到无熟悉海洋生物，同好莫伸手摸。记者王家川国电视台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做参考。 解文说字，所有观众朋友，咱讲到目杂，讲到流鱼，讲到脱壳章鱼，实在讲，真侪人拢袂晓分，看起来形体拢要共呢。啊，因为吼，头拄啊国政所讲，这鱼虾水族水底这动物，拢爬机骹啦，毋那安尼生吼，拢会钻乌目水啦。所以台湾的俗语话，我哪有伫咧讲吼，用因钻乌目水来比拼安怎样呢？ 比拼乌食乌，这叫做贼夹贼。俗语话讲流鱼食目杂，啊流鱼原来乌的，目杂原来乌的，拢会钻乌目水。因若小食就是叫做贼夹贼，啊啥叫做贼夹贼？就是因为明明你对我，大家拢伫咧用价值，拢伫咧用歹心肝的时阵，真正就是乌食乌咯。过去民间有一句话咧流传，讲劝人毋通做歹，是安怎样讲？讲人为善呐。 人若做善事啦，人做善事的时阵吼，福虽未至，好意远离。人若做善事，虽然福气还未到，天公伯啊会保庇你，毋是袂呢？总是知的已经离开你的身边。颠倒头讲，人为恶者，人若做歹吼，好虽未至，福意远离。知的还未来，但是福气已经离开去啊。为怎样有这款的经历？ 正就是因为乌食乌，贼夹贼。因为明明我著甲你判心肝咧交陪，毋过你是乌心肝呢，你是怀疑我呢，你伫咧作恶多端呢。我明明要甲你禁，你嘛当作讲啊，国情啊，你要甲我教，才会产生出这款流鱼食目杂这种俗语话。正就是乌食乌，啊，真正讲乌要食乌，大家拢爱动头壳，大家都爱用价值。毋则俗语原来另外一句，讲贼价将冤财。 会去做歹代志的人吼，比较讲安分守己的人，咱认真甲想一个真，
头壳拢无平人较歹呢。你若讲乖乖啊认份，逐工照起工上班下班，咱就食个饱求平安就好啊。像国情即款的，真正袂去动头壳，讲要共设计呢。啊，毋过若会安尼使鬼人蛇乌龙世道的人，拢有几分啊状元在。即款的你讲伊好啊歹，是在社会真歹去比拼。咱即句话半咧甲学老，但是半弯仔咧甲考试。因为无论讲插价安怎样好，插价状元在，总有一天相信讲会当满得了一时，无才调满得了一世。人讲插青界败，总是你若暗路行久，咱讲较无输赢咧。讲真正会去撞到迄款梦算的，你讲看有影无？啊，讲到插青界败。国政煞来要甲观众朋友来报讲，咱举手机也是用电脑看连续剧甲电影，目前拢真实行。当都有人咧招讲公家分配看影片迄款网站会员的费用。当然有一个民众去互网友甲学讲一年当斗出1000通箍，就会当公家看影片。结果半冬过，口罩就拍袂开啊！查起来才知影讲对方是一门口做卖证人，钱摕过手，人就让讲。啊，警方嘛提醒讲，网络顶头咧买卖，确实着爱真细腻、真斟酌。看连续剧是民众娱乐的方式之一，嘛因为安尼，这几年来网络传流媒体愈来愈多，但是嘛互用来诈骗。台南就一个姓罗的查甫人，伫网络拄到网友招伊分小号的费用，一年1080块。但是用半年了后，小号敢被买煞无法度登入，这个姓罗的查甫人才发现家己被骗去，所以就报警。目前我们分局有受理2位被害人来报案。这个诈骗方法就是说，他因为让你先使用半年，他跟你钱骗来之后，他就没有提供服务。受害者表示，去年7月伫 PTT 拄到一个网友招伊做伙用网络传流媒体共享小号，不过差不多半年了后，就无法度使用小号。联络这个网友嘛，拢联络袂到。伊甲消息发出去，煞发现佫有10外个受害者。若是以一个人1000块来算，上少诈骗9万块。受害者观察，这个网友上少佫有3组小号，利用这个手法伫网络继续骗人。啊，你现在还有找到其他受害者吗？有。嘿，我们里面受害者目前知道有10几个。嘿，对，目前知道可能有3个，有3个账号在骗人。对这件代志，警方已经受理报案调查当中，同时嘛呼吁民众网络交易爱谨慎评估，避免来路不明的小号网站，才袂去互骗去。法界人士嘛提醒，若是烦恼家己去互骗去，双方会当照民法拍契约，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旧历新年确实时到是到了，不过顶月日宣布停飞的远东航空，到当12月的薪水是拢还未含新落清。昨下晡，劳动部甲交通部已经有派人甲远东航空的张光伟董事长见面谈合，要求伊若无过年前嘛加减发挂。总是过卡薪，交通部这边是讲，看起来头家人的表示是无啥诚意。远东航空停飞已经超过1个月，目前还阁欠1000多名员工12月份薪水甲加班费。劳动部甲交通部民航局昨日下昼甲远航董事长张光辉见面，要求先解决欠薪的问题，并且妥善处理消费者赔偿事宜。劳动部甲交通部提出发部分的薪水，互员工好过年，也毋过张光辉并无做出承诺。从他怎么样处理员工的薪资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指标。那显然，他并没有展现诚意。好，那一再的拖延，那已经要过年了，好，所以我们才会说要求他呢先能够支付这些员工过年部分的薪资。林佳良表示，张光伟如何处理劳资的问题，将是交通部判断远航敢是恶意停航，后续敢是废照的重要依据。根据民航法规定，恶意停航也阁涉及刑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展开调查，看到薪水就要欠过年，远航内部员工伫社群网站发文，感叹真侪人有家庭甲囡仔爱饲，阁无发薪水，感觉大家会失控。薪资账户冻结的这个被打开，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执行啦，因为也要看银行这边的态度，他没有压时间，没有压时间，薪资的部分没有压时间，没有。
航空产业2年前，即将要伫后礼拜小年夜开航的星宇航空，早起头一摆伫松山机场公开新引进的 A321 neo 客机内装机身色调，符合空服员制服的设计。目前星宇航空伫区域航线开航4条航线，包括澳门、越南岘港、马来西亚槟城、菲律宾宿务，目标2年内开航长程航线。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公司若换了好，当干事的薪水则通领悬，这是情理之中。当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特别检讨股票上贵上市遐的公司，要求若近来3档捌了着钱，也是讲公司的治理偏干排名伫咧尾20%遮的，拢着爱公布当干事领的薪水详细。毋过，但嘛有学者讲，有的公司是无了着钱，总是嘛有一寡无半撇、无管理专业的当干事领了是伤过头。去年金管会捌提出改善国内薪水嘅办法，推动新版的公司治理拿督，就是贵公司员工薪资强制公开方法，不过效果无好。高薪嘅当干事可能一困头有关平均的数字，看袂出员工薪水嘅问题。金管会征收公布当干事薪水条件，已经有824间上市贵公司受到影响。这个揭露我们其实依据我们证券交易法36条第4项的授权。好，我们是有法律依据，它是有特定目的，而且是符合法令的，所以这个不会有违反个资法的问题。就是贵公司当干事薪资公开条件，其实过去都明定，为着强化了解公司当干事公布薪资，大幅度征收规定，将2年之间出现了解公司时间又长到3年内。另外，增订2个条件，包括公司治理并干不好，最后20%公司，甲护理主管全是员工平均薪资偏低，年薪较无50万，拢总6大条件。脚下其中一项，都需要公布当干事的薪资。不过，还是批评金管会太过保守，这规定根本无都抓到真正肥猫。肥猫条款，可以说是太保守。我们讲的肥猫是藏身在有利可图的公司，有利可图的公司通常都在前80%。而不是在后20%。所有上市柜公司，它都应该公告它的董监事，然后他领多少钱。他们不只是薪资，它还有公司的分红。学者表示，除了上市贵公司，其实国际政治后声造成肥猫，美伫财团法人个因事业的子公司，因为毋是上市上贵，无受到监督。这非专业的领高薪，提起纳税人的辛苦钱，后面将是国较无得忍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讲民主法治的观念，就要自细汉培养起。云林北港建国国中的老师，伫咧公民课学生学转票、学开票，对报票、监票到钞票，一个学生囡仔一款工课。虽然因是还无投票权，毋过大声了解开票的经过，嘛听我对选举的制度佫较有知觉。未来就通做一个关心社会公民。2号黄金鱼票，2号黄金鱼票。有人一张一张抢票、点票，也有人斟酌伫咧监票。这是云林北港建国国中的公民课，一人搬一个角色，互也无投票权的学生，会当体验到开票的流程，实际了解投开票会有啥物状况。我觉得学到以后投票就不会出错，然后可以知道投票的规则还有流程。这个游戏我担任是唱票的工作，因为这个要影响到整个的投票的选举，然后因为我是要说这个是有效票还是无效票，对，所以觉得责任重大，非常非常的重大。学生实际走一遍，毋若趣味，也可以课本写的一大篇。这项公民课程是由高培华老师所设计，都是为着要帮助学生来了解台湾的公民制度。108课纲的公民科鼓励政治参与，然后就想说刚好结合时事，我们1月11号要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所以那就让同学来尝试看一次。了解投票流程要注意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员，他们负责什么样的工作。也未满20岁学生透过课程，提早知影转票爱注意啥物，监票阁有啥物美角，互因对民主的运作加一份参与感甲意识。未来会成做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民政国中这边近来积极咧推动科学教育，顶日学校派出5队学生参加全国用手拗的分量机。飞久飞远的比赛，摕到4项大奖，其中还有1项是全国头1名。
这同学嘛讲，经过比赛，因有学着勇敢去比试的精神。学生囡仔伫咧运动场试射家己做的飞轮机，要比看什么人的飞轮机飞较远。要代表屏东市民政国中参加飞轮机模型制作和飞行比赛的老师甲学生，讲起要互飞轮机射了远会咩咩角角。一个不小心你偏了，不然就是机翼着地，它会整个断掉，不然就是裂掉。那个修补的过程也是很重要。这等于是他在对于飞行原理的一个认知与了解，就是等于结合了我们的理化以及科技2项课程。屏东市民政国中3年的学生陈如芬所做的飞轮机模型，代表学校参加第9届全国用手写的飞行比赛，为135个队伍内底，伫咧执行飞行的部分摕到满分，佮伫咧飞轮机飞行停伫半空中的项目，以21秒28的好成绩，摕到全国第1名。每次比赛前都要先练个好几个月，然后才能丢得好一点。从制作到丢都要每个礼拜都要做一次。今年是第2次参加比赛，所以有去年的经验，今年丢的比较好一点。民政国中的老师表示，学校伫咧学生拄入学的时阵，就会举办科学营，鼓励栽培对航空休闲科技有兴趣的学生，引导因用流体力学的概念学飞轮机的飞行原理，也透过比赛累积经验，培养勇敢、试验和开创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中台湾南投溪地乡有一口罩，内底是一只狗甲一只鹅啊。主人家本地是廖准讲，这2只动物的相拍，谁知影2个感情煞真好，阁会相争甲主人讨要笑，甚至狗有当阵啊养输鹅啊咧，连少路经过的人客都讲，这款镜头有影是真罕见。鹅甲狗开刀做伙，南投溪地乡有一口罩，厝内底饲的鹅甲狗感情是特别好，甚至会相争主人家疼。现在很会争宠，所以说如果说抱着鹅也好，还是抱着吉普也好，他们2个就会互相攻击。主人一手抱鹅，一手摸狗啊！这只鹅原本是封关起来，不过有一天煞家己走出来，无意中和狗变做好朋友。鹅原本是把它关起来，它自己跑出来，就跟我们这只狗2个就黏在一起。虽然因为家己无同的生活方式，不过嘛因为狗嘴模样，受到真侪少路经过的人介意。晚上的时候还是睡在一起，但是只要看到有人的时候，还是说有游客就会互相争宠。主人表示，饲鹅最宠物，除了外形是互人真介意，也因为农村野蛇是真侪，饲鹅会当防止蛇走入去厝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华电信推动爱邮箱。这是结合电子皮包啊，甲智慧型的图案的新设施。民众若去遐，无论包裹收甲寄，拢唔免阁因为邮局开业的时间来制限。婚姻关到单，已经有伫咧各地头设59卡的爱邮箱，就是要让民众体会先进阁利便新一代邮政服务。现场的手机号码，这是要打对，要打对就才会。若是有人寄包裹去厝呢，煞无人通好收，邮差就会留一张红单，咱就搁爱走一逝邮局，才领有领费去。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华邮政推出爱邮箱，咱就会使无受时间的限制，随时拢会使领物件。小格的放得下去，就小方格。机台顶面的指示真清楚，操作起来真简单。减轻伫外口拼事业，是4个走总的人领包裹的担头。若是要寄物件互人，只要再有带附近功能的电子票证，就会使处理甲好势叮当。能够更贴心、更便利性的让我们所有乡亲更方便，因为这是24小时服务了哈，可以让我们不用到邮局呢去排队，也不用到临柜因为呢有时候营业时间呢错过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到邮局去交寄我们的这些邮件呐或是包裹。这边可以自己印条码，刚刚县长选择的是不用印条码还有另外一种是可以帮你印条码出来的你就贴在上面就可以了。包裹用的箱啊，唔会使去邮局摕，民众嘛使家己传，只要爱用箱放会落去，就拢有法度寄。现时产业拢咧拼人工智慧，中华邮政嘛底有着阵，物流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互乡亲的生活更加利便。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屏东县的嘉东乡，只有历史古迹，嘛有客家传统建筑的特色。尤其近来法国一个真出名的造壁艺术家来到这，嘛点砖仔来留落300大幅的作品。增加现代艺术的趣味性，地方的头人嘛讲，欢迎14个人客，较少去嘉东行咧。
东家当三山国王庙头前的壁，竟然有一幅大型的艺术创作。其实这是法国艺术家 Paul Blos 经典的作品《古人造壁》。法国的艺术家他有带6幅作品，想要离开的时候，他想要留在我们台湾。透过米威艺术的介绍，他就实地上来嘉东走了一趟。他感觉到嘉东非常好，很适合他放作品。Paul 透过人的介绍来到嘉东，专去爱到这个充满客家文化和历史古迹的所在，所以决定把伊300个作品留伫老家的壁顶。理事长讲 ，Paul 伫全世界真侪城市拢有留下伊的作品，总共有3000多幅，而且大家古人造壁拢有无同的特色。Paul 是在世界开始参展，包括在德国的柏林。匈牙利布达佩斯，整个全球的各个城市里面展览他的一个巨人作品，总共现在目前有3000多幅，每一幅的作品里面通通都是不一样。理事长强调，在地化就是国际化，连法国的艺术家拢这么介意嘉东，在地人应该爱如珍惜这片土地。伊嘛希望透过法国艺术家和嘉东的这段故事，会使让客家将来这座我的博物馆愈来愈出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因为伊朗军方判断失误，拍出飞弹将乌克兰的国际航空公司在170几个人客飞机拍落来。但嘛已经有5个国家的外交首长会面商议，要求伊朗就要负责赔偿受害者的家属，还有经过国际刑事公开透明调查事件的真相。点头就悼念罹难者，加拿大、瑞典、乌克兰、英国甲阿富汗的外长16伫伦敦召开会议，要求德黑兰当局为4个拍落乌克兰国际航空班机负起责任。Today is not the day to assign blame. It's the day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we would hav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that the Iranian government has accepted full responsibility, but when you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there's consequences coming from that,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be pursuing. 伊朗政府日前承认4个拍落乌克兰国际航空班机，地司机顶176人全数罹难，并且表示已经逮捕相关人士，展开调查。罹难者中除了82名伊朗人以外，也有57名加拿大人、11名乌克兰人、17名瑞典人、4名阿富汗人，甲4名英国人。会议中5个国家的外长对伊朗的要求同款，包括赔偿罹难者家属，并且展开独立国际刑事调查。所有相关涉案人士需要接受透明、公正、符合国际标准的司法审判，并且呼吁伊朗政府合作。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in Iran today. Well, I would think that Iran has a choice, and the world is watching. We organized this, send our prayers and wishing good wishes to them. 另外，瑞典民众16为17名罹难者举办守夜活动。加拿大外长表示，这个事件有真侪疑点需要厘清。在真相找出来之前，国际社会绝不罢休。乌克兰外长表示，伊已经向伊朗外长要求，将乌克兰罹难者遗体运回乌克兰，并且要求得到乌压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这边由联邦众议院的国会议员组织起来弹劾案处理委员会，这就等于是检察官的角色哦。正月17已经去参议院宣读2项弹劾的条款，宣布美国有史以来第3摆弹劾总统的审判正式开始。川普总统打到面对参议院这边详细探讨甲审判了。美国众议院进前通过弹劾总统川普，就那像是检方角色的弹劾案处理两院共同事务委员会成员17到参议院宣读2项弹劾条款。美国史上第3届弹劾总统的审判正式开始。Donald J. Trump has abused the powers of the presidency in that, using the powers of his high office, President Trump solicited the interference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Ukraine, in the 2020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川普2019年启用表消息讲，透过甲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扣条例，要求乌克兰总统杰连斯基调查政敌拜登爸仔囝。民主党最近佫公布新的文件，表示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捌甲新北帕纳斯联手甲乌克兰施压。帕纳斯是讲，川普确实伫咧去年7月份说服乌克兰调查拜登，毋过川普否认。I don't know him at all. Don't know what he's about. Don't know where he comes from. Know nothing about him. I can only tell you this thing is a big hoax. It's a big hoax.
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下底监督机构政府文件署16裁定，北京甲乌克兰军援扣掉的行为已经违法。So this federal watchdog agency has determined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roke the law by withholding the aid. It said that 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d no authority to take that action. 对弹劾审判继续伫进行，谢安达指出，若是参议院温准证书的定数，众议院当咧考虑团帕纳斯来做弹劾案的证人。记者综合报道。四季摆连退休都困难，咱来讲美国目前社会安全福利金是给付退休进程危急的四成。尤其进前金融风暴，真侪迄准备要退休的人的假金，拢总已经开了了。老年贫穷的比例当年都增加，有900万人经过65岁了后，还佫继续伫咧做工课。美国海军外舰天空军人波温今年74岁，因为退休金无够劲，就继续走船。伫咧波多马克河的观光游轮，每礼拜做30点钟。伊的顶司年纪是减伊40几岁。When I joined the Navy, back when I was 18, I was on a ship that was larger than this. I mean, it was a heavy-duty World War II cruiser. It's great to have some older folks around for the maturity and the leadership. Pensions aren't what they used to be, and to make ends meet, I mean, it's expensive, and the extra income, I think, certainly helps them. 美国的退休保障有2套制度，一种是联邦的社会安全福利金，一种是企业提拨员工薪水到专门的退休口座，然后救济由专业机构投资理财，就亲像真有名的曙光1K计划。不过政府并无强制规定企业设置退休金计划，头家是毋是相对提拨是福利，毋是义务。全美国只有26%劳工有享受这种退休助助计划。部分美国的退休金扣税了，差不多大约2万块，离消费者管的华府要生活无容易。You know, you can live pretty good on sardines and crackers. I was joking, but I think I deserve more. 伫咧美国，领专业社会安全退休福利金的法定年纪是65岁，而且社会福利金只个是退休前收入的4成，有900万人退休了日子歹过，爱继续做事。美国劳工局统计，到2024年，印尼条的世代年纪将会是60到78岁。美国也会进入有史以来4大人劳动力参与率上悬的时代。到时就业市场会有1300万65岁以上的劳工，像普顿共款退休金无够用，爱一直做到袂顶袂当。I'm gonna work until the end. You know, like in the old West, the guys die with their boots on. That's gonna be me.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个男性，伊是住伫咧郊外，顶月日因为徛家火烧，伊煞踮冰天雪地内底度过23天。买手是有警察驶直升机，发觉伊写伫咧双溪顶头大大哩的 SOS， 也就是赶紧救人的意思，才好运，互人救着救起来。涂骹 SOS 的字样吸引空中直升机的注意，下骹还有一个人双手下性命伫咧压。调伫阿拉斯加风险的史蒂尔，经过23天了后，顶礼拜总算被救。看到搜救人员，伊开嘴第一件代志就是讲想要食麦当劳。今年30岁史蒂尔，去年9月开始一个人体验野地生活，不过顶个月中，伊的叉子无说哩烧掉，毋但是食物件野地烧掉，伊的狗也被烧死。史蒂尔迄当阵虽然走出来，不过离上岸的面体有30公里远。两个所在拢是靠空中运输联络。伊讲，迄当阵正绝望，只敢来当大声话，因为温度是摄氏零下26度，医生是伫咧雪洞内面待2暗，要用厝所剩的一寡茶帮去一个临时住的所在，搁着规领困地啊加换，图保持温暖，正是靠存无几罐的罐头。尾仔伊的爸母因为3礼拜外拢无接到后生的电话，希望有关当局出面关心。最后靠着史蒂尔伫咧涂骹所写 SOS 求信号，才成功甲救出来。警方表示，史蒂尔迄当阵是规个人正喜正散。被救出来了后，史蒂尔讲，伊即马打算要搬去盐湖城，甲伊的爸母做阵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大学学科能力测验的第2天，咱们来和观众朋友做伙关心气象。今仔日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是10个冷，尤其黄暗甲明仔载透早上介冷，气温可能会加到11度。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北部15度到18度，中部17度到23度，南部19度到27度。东部16度到23度，金马平湖12度到2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